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4年的12月20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80篇第1节到第7节，以赛亚书42章第10节到18节，希伯来书第10章32节到39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变为光明。今天的经文记载在以赛亚书42章14节到15节的景象，与以赛亚书43章19节的却是完全的颠倒。43章上帝应许将要在沙漠中开江河，旷野中开道路，但是42章却是完全颠倒的。以赛亚书42章第10节到18节的记载，要向上主唱一首新歌，全世界都要颂赞他，海洋和其中的生物都要赞美他，海岛和岛上的居民都要颂扬他，沙漠和其中的城市都要高声歌唱，基达的居民要赞美他，住在希腊的人都要欢呼，从山顶上扬声，海岛的人民都要荣耀上主，他们要颂赞他。上主如同勇士上阵打仗，他整装待发，准备作战。他大声呼喊，冲出阵前，向敌人显耀威力。上帝应许帮助他的子民。上帝说，我已经沉默好久，没有理会我的子民，现在我要采取行动了，要向阵痛的妇人大声喊叫，我要毁灭大小山冈，使草木枯干，我要使河流变为沙漠，使水池干固。我要领瞎眼的子民上路，走上陌生的道路。我要使他们的黑暗变为光明，使崎岖的小路变为康庄大道。我要实现这事，绝不失信。那些相信假神的人一定会败退，依赖偶像的人一定会蒙羞。上主说，耳聋的人啊，听吧，瞎眼的人啊，看吧。上帝宣告要惩罚以色列人，让他们的江河变为沙漠，让他们失去了希望。但是上帝仍然应许要赐下拯救，使他们的黑暗变为光明，实践他的预言承诺。只要以色列人民他们能够听又能够看，回转向上帝。在新约希伯来书，保罗的劝勉，他告诉基督徒们，无论遇到任何的一个境况，都无论是像受侮辱啊也好啦，受虐待也好啊，都要忍受，因为呢，要得到更大永恒的产业。希伯来书10章32节到39节的应许非常的清楚，上帝要基督徒们不要失去勇气，因为能够忍耐到底的，就必要得救。经文这样说道，要记得以往的日子，上帝光照你们以后，你们遭受许多的痛苦，但是并没有在征战中失败。有时候你们当众受人侮辱和虐待，有时候你们跟遭受这些困苦的人站在一边，你们跟囚犯一同受苦，
当你们所有的财物都被夺走的时候，你们甘心忍受，因为你们知道你们还保有那更美好而长存的产业，所以你们不要丧失了勇气。这勇气要带给你们极大的报偿。为了实行上帝的旨意和领受他的应许，你们必须忍耐，因为圣经上说，再过一会儿，那将要来的会来，不延迟。我的义人将因信而得生命。但是如果有人退却，我就不喜欢了他。我们并不是退而沉沦的人，而是那些有信心的人，得救的人。义人必要因信得生，黑暗即将变为光明。义人就是那一些听见上帝的命令旨意的人，看见得救道路的人。诗篇80篇第1节到第7节。以色列的牧者，你领约瑟的后代如领羊群一样，求你垂听我们。坐在基路伯宝座上的主啊，求你发出光来，在以法莲、便雅悯、玛拿西的面前，求你彰显你的大能，求你来救我们。上帝啊，求你复兴我们，求你显示慈爱，我们就能够得救。主上帝万军的统帅啊，你不满你子民的祷告要到几时呢？你使我们拿眼泪当饭吃，给我们喝一大杯泪水。你让邻国在我们的领土上征战，我们的仇敌任意愚弄我们。上帝万军的统帅啊，求你复兴我们，求你显示慈爱，我们就能得救。恳求主赐下你的慈爱，使我们得救，帮助我们在困境的当中能够坚定的相信，因信而使你称我们为义。我们期待能够看见主的恩典，看到沙漠变为河流，旷野变为道路，黑暗变为光明。感谢主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